这里好舒服啊！哎，这里的人也真的好热情，好好客。越简单的人啊，越懂得感恩啊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这里的酒没喝多少就可以醉？我现在我的这个脑袋晕晕的，脑瓜子也有一点晕晕的。是酒的问题吗？你哪次喝酒不喝多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哪次多过啊？那上次谁喝醉了半夜跑我房间来的？反正不是我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反正不是我没有。是也没关系的吧？慢点啊！啊，对酒的，哎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玩游戏？对啊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玩过一个游戏，特别好玩，叫做真心话穷奖励，想不想玩？怎么玩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呢一起剪刀石头布，如果谁输了，就要选择喝酒，或者是说一个真心话，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好，那我跟你讲，先说好了，我可不会让着你啊，一定要愿赌服输。那你可千万别让着我啊！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小姑娘呀，选什么呀？一点都不知道让着我选真心话，随便问，你问我什么，我都会说实话，告诉你。问吧。有喜欢的人吗？有呀。谁呀？这是第二个问题了，你得再赢了我才能问。来，再来啊！剪刀石头布，说吧，真心话还是喝酒？真心话。好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啊。谁呀？这也是第二个问题了吧？那再来一句。剪刀石头布，说吧，现在可以说是谁了吧？是谁啊？明月却又一轮，思念凭栏挑灯，金你啊？花随风，光阴出尘，任往事随人。怎么？你现在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是啊。一眼灵气默认，多少离歌。换一次缘分加深，愿与君共剪星辰，前路漫漫山水在一程，树下柔肠的一吻，可谓不惊风尘，倾心一瞬，与君共剪星辰。那你怎么才说？这是第三个问题了吧？不多一个不行。愿赌服输。小气。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好看。
大家快回吧，不用送了，我还会常来看大家的。谢谢二位善人，路上小心啊！哥哥姐姐，要回来看看小宝，小宝会想你们的。小宝啊，哥哥以后有空啊，一定来看你。哎，张大娘，那窑是我第一次修，要是坏了，下回我再来帮你修啊。好，谢谢，常回来看看。行了，快回吧，都回去吧。哎呀，哎呀！你们跟着我回家干什么？不是您让我们过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们来了？刚才在人群中，您在暗中观察我们，我们也在观察您。您刚才的眼神，分明就是有话和我们说。一个疯老婆子说的话，你也信呐？您没疯，只是您说的话，没人信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关于那些出海的人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阿婆，昨天村里的人说他们的男人出村是去了云州，我们就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从晋朝到现在，我们根本没有船通向云州。既然没与云州通商，那么那些人去的就不是云州。一群糊涂虫，自己的男人死了都不知道。哎，死了。死了？阿婆慢慢说，别着急。我的儿子阿根呐，从小和我相依为命。阿根可是个大孝子，因为担心我害怕，所以别人都去跑海，可他从来不去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娘，哎，我出门赶回去了。哦，哎呀，去吧，晚上早点回啊，阿娘给你做笋干肉吃。那我走了。早点回来。放心吧，娘。谁知道那天晚上，阿根托人捎信来，说和别人一起跑海了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呀。后来，阿根就一直再也没有消息了。收到过一次银子和信，信里说他在船上过得很好，具体去了哪里，在哪艘船都没有提，就只收到那一次来信。4年，这就算是普通的船员，1年也是可以告假回家一次的。阿根，我的阿根呢？我的阿根在哪里呀？起着，哪来的疯婆子？那个狼牙挂件，是我那死去的男人亲手给阿根戴上的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我在码头上，什么也没发现。但是正好我回到村子里的时候，碰上王大善人的手下在村里施粥，我这才想起来，我阿根走的前几天，那王大善人的下人也是在村里施粥，还跟阿根闲聊过几句。他是知道我们是孤儿寡母的。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啊！这村里跑海的男人有许多，但唯独是王大善人手下施粥以后出海的那批人，他们一个都没回来。哎呦，那一定是出大事了！我就跟他们说，
我说你们的男人都死了，回不来了，可他们没有一个相信我，我怎么可能用我自己儿子的命开玩笑呢？你们都是海坊来的有钱人，你们肯定认识不少做官的，我能不能求求你们，替我跟关老爷说一声，查一查我的阿根，是死了还是活着？我的阿根肯定是被谁害死了。阿婆，刘阿婆，您放心，其实我就是海坊的县令。阿根的冤情，我管定了。你就是齐天大老爷！阿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阿婆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您一定要相信他。我们一定会替您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顶着最善的名，行最恶的事，王锦瑶，你无法无天的日子也该到头了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海坊的海寇就是除而不绝？今天过后，我似乎有答案了。你也想到了？我之前是不敢想，你说王锦瑶真的会拿刘家村的百姓去冲人头？我查过卷宗，但凡出现会被朝廷问责的大案，就立刻会有海寇出来顶罪。海寇又不是从土里长出来，怎么就会一抓一个准？看来王锦瑶玩这套把戏已经不是第一回了。他太可怕了，他真的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怎么除了刘阿婆就没有人能识破他的圈套呢？这才是他的高明之处。他从来不会在一个村子里找，而是从周围的村子里找那些门户冷清、性格内向、不会反抗的普通人。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就如同尘土一般，吹散在风中就会立刻消失不见。所以那些刘家村出海的人，就永远都回不来了，是吗？聂雨轩，不能再有人死了，不能再有人牺牲在王锦瑶的圈套里。你要想想办法，你要替他们伸张正义才行。一定。恭喜姐姐，贺喜姐姐！什么大喜事啊？听说姐姐和姐夫在山村中一吻恢复旧情，恩爱如初，羡煞旁人呢。哎呀，你们别瞎说，你们。姐，姐夫这是情到深处，身不由己啊！你失忆之后，这御夫之术修炼的是愈发熟练了。我不管啊，你得教我几招。我哪有什么御夫之术啊？你别老想。你是不是有心上人啦？让我猜猜看，我妹妹的心上人一定是一位英勇威猛的大将军。他应该叫……你别说了，一提他的名字，我就凉了心跳。想不到我彪悍的妹妹也有这么害羞的一天。姐，我一定会追到陶将军的。爹娘要是知道我们两个都有了好归宿，一定做梦都会笑醒的。墨雪，你说我跟聂桑榆长得
真的这么像吗？不瞒小姐，您与大夫人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可惜同人不同命，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如果聂将军知道他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肯定很难过。您放心，这件事侯爷一定会处置妥当的。我从小就没有姐妹，不过这些日子跟青云的相处，倒是让我觉得亲近的很。如果我可以好好的照顾青云，聂桑榆也一定会更安心的，对吧？是啊，如果大夫人知道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可是小姐，归根结底，归海号才是我们的家。我知道啊。哎，老爷到底有没有消息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小姐不必担心，我已经命人去京城找他了。不出半月，小姐定会与老爷相聚的。真的？你不许骗我啊！当然不会。再去检查一遍，别有什么疏漏。是侯爷。宁宇轩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呀？我刚才跑去归海号上给你拿了样东西。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。平安符。一块木头，你告诉我是平安符？哎，我爹每次出海前都会拿着它的，这叫触目则安，知道吗？触目则安。哎呀，好了，我收下了。你不要在这儿嘻嘻哈哈的，我都快急死了。王锦瑶这个人那么卑鄙狡猾，万一他要是再耍什么花样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对策。啊，真的？那你收好啊，平安回来。您请凌大人放心，8月15，宁宇轩要亲自押送碎银上路。他既然要赶着去死，那就让他与那些碎银一起消失在大海上吧。这次有把握吗？既然是押运碎银的大事，宁宇轩定会让精兵上船。就你手底下那些人，能与之抗衡？在下已经安排妥当，自有一把快刀能够对付宁宇轩。快刀，蛟龙帮的新帮主元朗，之前他帮我劫过私运货物的商船，做得不错。此人与宁宇轩一向交恶，宁宇轩的人也紧紧地盯着他蛟龙帮，让他无法施展拳脚。元朗与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也想除掉宁宇轩呐。既如此，这次别再让我失望。大人请放心，宁宇轩在海方已经翻不了天了，他的日子已经到头了。哎呀，宁大人，王老板，宁大人，王老板，最近海方周边海域海寇横行，我特意带了几名身手不错的护卫，希望此次能将碎银平安送入京城。好啊，有宁大人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呐。实不相瞒，前几年护送碎银之事，那都是在下带着我的海贸行会的人亲力亲为的。海上不太平啊，事情办不好那是要掉脑袋的。现在有宁大人相助，我就放心了。
船上的一切在下已准备妥当，所有的碎银已于昨夜贴好封条，放进了仓库。我的人一直在船的周边守着，只要宁大人发令，便可起航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登船。好，请。大人，请等一下我啊！你，宁大人，在下先上船了。婉儿给大人准备了一些出行的东西，特地给大人拿过来。宁宇轩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昨晚说不来送的吗？我还是想大人和大夫人先聊，婉儿先把东西送到船上去。温姨娘的事，我不是要说这个事，我是说，虽然昨天晚上你有所准备，但我还是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相信我，在这等我回来。你照顾好自己啊，万事小心。一定。走了。夫人，别担心。咱们的船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带的都是身手最好的兄弟。可是老大，你想好了吗？宁玉轩和王景瑶的话，谁都不能信。叫兄弟们警醒一点，到了海上，伺机行事。是。客官慢走。墨雪，我总觉得这心里不踏实，七上八下的。你说，王景瑶这么轻易就同意和聂玉轩合作了？这，咱们要不回去看看吧？好，走。墨雪，一会儿我们分头行动，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之处，赶紧来找我。是。温姨娘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暮雪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们夫人说了，你得下船。这是侯爷的房间，我为什么要下船？木须怎么上船来了？侯爷，是温姨娘没下船，夫人让我来找她的。我想在路上陪侯爷，陪侯爷说说话，不好吗？我说了，此次上船是办正事的。木须，赶紧带温姨娘下船。是，我保证把温姨娘平安送回府里。温姨娘，请吧。
大夫人呢？大夫人是跟我一起上船的。也许她是被侯爷留下来了吧？哎呀！你们让我下了船，她自己却走了。你们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吧？温姨娘，此言差矣，谁留谁走，那都是随侯爷的心意，而且是侯爷让你下船的，这怎么是我们安排的呀？哎呀，船开走了。温姨娘，咱们还是回府吧。大人，二夫人已经下船了。温婉做事还真是不分缓急轻重，不像大夫人，跟您心意相通。大人，我在船上看了一圈，除了船上的杂工，王锦瑶的人有10余名，4名在仓库把守，4名在甲板上巡逻，还有2名是围着王锦瑶身边做事的。知道了，做得不错。宁大人，王老板请您到他房中下棋。下棋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通知我们的人在甲板上候着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通知我。是。来了。宁大人，这一趟水路漫漫，在下生怕宁大人苦闷无趣，所以呢，就把棋盘拿来了。怎么样，宁大人？来一盘呢？王老板乃是下棋的高手，那就来一盘。好。我呢，也是随便玩一下。宁大人啊，有心事啊？还是没能瞒过王老板啊！此次乃是我第1次出海，还是希望一切顺利，能把碎银平安送达吧。到底想干什么？谁不知道宁大人整治了蛟龙帮，制服了蛟龙帮前帮主沈连成的事情啊？哎，说到这蛟龙帮，王老板如何看待新上任的帮主啊？这个人呐，我王某还没有来得及熟悉。不过能被推举成帮主，那肯定也是有过人之处啊。宁大人，这个棋子我要拿下了。王老板这步棋下的可真妙啊！把棋子安排在这儿，是宁某的失误。这个下棋呀，就跟用人一样，你得把这个棋子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你才能发挥它的价值啊。所以啊，这袁帮主已经拿了行会腰牌，可以自由出入行会。看来王老板是要好好用用这枚棋了。宁大人果然是眼睛遍布海方啊，什么都逃不过你。哪有什么逃得过逃不过的呀？只是这个袁帮主怎么就打动了王老板呀？最近海方可是有几艘外来的商船被打劫，还没查清楚海寇的底细。这袁帮主的底细，说多了。王老板万事小心吧。
这几艘丢失的货船当中，有宁夫人的货。宁夫人心系海方贫民，特意从外地运来了药材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不过，在下听闻呐，这个元朗曾经和宁夫人那可是老相识啊，想必这海寇之事应该与他无关吧？但愿如此吧。这一脚，恐怕你是输了。哎，王老板且慢，胜负还未定。宁大人，海寇来了，走。你是何人？胆敢来见碎银？将所有的碎银都抬到甲板上来！快快快快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快快快！海寇老爷，所有的碎银都在此处，您请过目。王锦瑶，此时就没有必要再演了吧？是吧，袁帮主？宁大人，果然聪明了。但是这个人呐，要是聪明过度了，那就是自找苦吃啊。宁宇轩，海方可以没有沈连成，但是不能没有我海贸行会。你的夫人竟然敢运私货，撕开了我海方货架的口子，而你呢，还千方百计的破坏我行会的规矩。就算我能放你，我上面的人也不能容你呀！你呀，太嫩了！我告诉你，从你主动要求押送碎银开始，你就不可能活着从这艘船上走下去。袁帮主，动手吧。
你带着蛟龙帮的兄弟假扮海寇，替这样的人做脏事，你觉得你事后跑得了吗？现在朝廷在派重兵追剿海寇，你前脚替他劫了碎银，后脚他拿你蛟龙帮的兄弟顶罪。宁宇轩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挑拨离间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和袁帮主那是共同合作的关系，我怎么可能出卖朋友呢？袁帮主，放心，我早有安排。把人给我带上来。袁帮主，这些男人都是我前些日子在海坊附近的村庄以招工为名招上来的。你现在杀了他们，然后再给他们换上海寇的衣服，咱们蛟龙帮不就摊不了事，此事不就了结了吗？你打算拿这些村民充当海寇？放心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干的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王老板，好计策。哎，那我也需要袁帮主这把利刃，我的计策才能顺利的进行啊。你瞧，咱们这位宁宇轩宁大人一向是刚正不阿，为了保护碎银献身了，这也是死得其所呀，是不是？事已至此，不留活口，才能以绝后患。宁大人，棋高一场，你赢了。元朗，你竟然出卖我！我元朗虽然不是什么正义人士，但是拿村民充当海寇这种恶行，我不会干，我蛟龙帮的兄弟也不会干。你要什么？这些钱、这些碎银我全都给你，只要你放了我。王锦瑶。你觉得我真的会拿碎银来赌吗？看看吧，王老板，现在碎银啊，应该已经运往京城途中了。此事我们早有准备。跪下！宁大人深夜造访，不知所为何事？自然是为了中秋碎银之事。什么意思？刘家村的妇孺你都见过了，你可知他们的夫婿都去哪儿了吗？他们无非是一些渔民，或者是短工。他们被人拿来充人头了。你把话说清楚。海坊碎银接连被盗，回回都是碎银下落不明，但每回都有海寇出来顶罪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海寇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吗？一抓一个准。那宁大人的意思是，之前海坊碎银被劫案，那些被抓的海寇，都是一些无辜的百姓。这些年，王锦瑶都是这么干的。宁大人，你为何要将此事告诉于我？袁帮主，不除了王锦瑶，海坊的杀戮是不会停止的。我原来是怀疑过你替他卖命，但此事事关无辜百姓性命，我还是想跟你谈一谈。你难道真的想带着蛟龙帮的兄弟替这样的人卖命吗？
吐了。等等，王景尧确实找我谈过一个生意。8月15那日，他让我假扮海寇，去打劫碎银船。在你打劫完之后，他便会将那些准备好的无辜百姓杀掉，然后全部伪装成海寇。而这事，必然由你来做，这样他才能彻底收复你，归入麾下，为他所用。你若不信我，自可在押送碎银当日，按照你们原计划行事。到时候便可证实我说的话是真还是假了。我只是想给兄弟们找条活路。这种滥杀百姓的事情，我不会做，也不屑于去做。那愿不愿与我联手，共同剿灭这个毒瘤？袁帮主，我要上船做出海之前最后的检查，还要带些物资上去。一会儿到了京城，便交由大理寺来处理此事。袁帮主在此事有功，不如一同随我入京城，替蛟龙帮的兄弟争取个协助办案的好名声。多谢宁大人的好意，我心领。我一不图功名，二不是为了帮你，只是不想那些无辜的百姓受难。好，既然袁帮主不愿意，宁某便不强人所难了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宁大人把那些村民换成了自己人。我刚才若是一刀砍向你的话，我的下场是不是跟王景尧一样？凡事都要留后手，相信袁帮主会理解的。而且袁帮主方才砍我那几刀，似乎也用了全力啊。做戏，自然得做得真了。何况，宁大人不也没受伤？打探到小妹的消息没有？老大别担心，已经打听过了，季小姐醒了。幸好小妹没事，否则我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哎呀，老大，这事不能怪你，我们本就是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，都怪那个宁狗，他怎么能让季小姐上船呢？简直太危险了。老弟说的对，无论这个宁狗是有心还是无意，都不应该让季小姐上船。老大，如果是你在的话，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危险。我本来以为小妹知道自己不是宁夫人之后，对宁玉轩的态度会越来越冷漠，怎么如此看来，二者关系反倒更加亲密了。老大，不如咱们把季小姐抢过来，你不方便，我们来啊！绝不能让季小姐认贼作父。老弟话糙理不糙，老大，如果现在再不行动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一定要先把小妹救出来。宁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家小姐醒了，想吃我煮的面。小姐醒了，她怎么样？小姐想吃你煮的面。糟了，小姐的脑子不会是摔得更厉害了吧？我得赶紧去看看她。有这么说自家小姐的吗？她好得很。哎，这。谢谢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对你家小姐真是没得说。对我怎么就这么大敌意啊？
我们做奴婢的哪敢对主子有敌意？我就是替小姐抱屈，明明有心上人，还跟心上人？你见过啊？当然没有。不过听我家小姐的描述，他可是世间最完美的男子。是吗？还知道什么呀？说来听听啊。我们家小姐说了，她的心上人高大帅气，玉树临风，皮肤白皙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。不过外表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家小姐的心上人胸有大志，兼济天下。我觉得呀，就是在说我。宁大人，你还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我们家小姐的心上人可是谦逊有礼，就这一点，您就跟他差之千里。谦逊有礼，胸怀大志，再怎么样也比不过睡前温暖的一碗面。面？这是什么啊？老天保佑，我家小姐的记忆早点恢复，不必再承受这种烂面条之苦。这我，侯爷，侯爷，夫人说让桑葚照顾就行了，您守这么久也累了，赶紧去歇歇吧。不行，我还是亲自。还是我来吧。别动！侯爷，侯爷。小姐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赶紧躺下。你怎么亲自送来了？这个让桑葚做就好了。我想看着你吃。怎么，还怕我不听话呀？没有，我当心烫。你看你这2天为了照顾我都没休息好，快回去吧。你不回去我不吃了。好，我回去休息。你吃面的时候千万记得别被烫到了啊！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啊。桑葚，好好照顾夫人啊。是。我走了。小姐，你要不别吃了吧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为什么不吃？我觉得很好吃。桑葚，你过来，坐下。是我。什么是你啊，小姐？哎，你不会是又摔坏脑袋了吧？我说是我，我是你家小姐，我是季曼。我当然知道你是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恢复记忆了是吗？没错。那小姐可还记得
桑葚是如何来到小姐身边的？当然记得，你从小父母双亡，后来9岁的时候来到海方偷吃鸡被人发现了，我就把你救下来，一直留在身边，然后请你连吃了3个月的鸡肉，直到现在你见到鸡肉都会想吐。咱们归海号每次停靠一个码头，咱们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自然是当地的美食，越是苍蝇小馆，味道越让人叫绝。那你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？最讨厌的就是银子，怎么花都花不完，太烦了。那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？最喜欢的是太阳、星星和月亮，因为这些用银子买不到的东西才最让人觉得宝贵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恢复记忆了，你终于想起我是谁了。是我，小姐，是我，你不是一直在我身边吗？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那，小姐，你和聂桑榆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故事说来话长，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我心上人的事。小姐的心上人？嗯。小姐想到了，那你的心上人是谁？你们互换心意了吗？他身在何处？他倒是找到了，啊，不过。鬼白，你说他和他是不是也看过这片星空？他和他是个谁？宁大人，你还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我们家小姐的心上人可是谦逊有礼，就这一点，您就跟她差之千里。哎呦，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我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夫人的身体养好。侯爷说的是，等夫人的身体养好了，她的记忆也会慢慢恢复的。鬼白，有没有人最近跟你说过？你话变多了呀！天哪，小姐的心上人是宁宇轩！嘘，别这么大声，万一让别人听到就不好了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不过我也没想到，我从海方追到京城的人就是他，还一直在我身边。你说巧不巧？小姐的心上人真的是宁宇轩。我还记得小姐当初为他写诗，虽然不太通顺，还为了他作画，虽然特别丑，可是小姐，你真的为了追求他，跑遍了天南海北，还失去了记忆。那小姐，你那个特别宝贝的箱子里也都是宁宇轩的东西了？什么箱子？就是你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怎么什么都记得？这多丢人！那小姐，你之前收集了他这么多，好啦，不要再说这件事情，要让府里的人听到我还混不混？这些事情，就你和我知道就好。不过小姐，既然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那我们就去告诉他，说你要去寻求你的心上人，然后彻底离开宁府。为什么要离开宁府啊？那我们就说你还没有恢复记忆，以后再找机会离开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宁府？我都说了，我喜欢的人是宁宇轩，宁宇轩就在府里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小姐，他哪里好啊？他哪里不好了？行，我看你是真的恢复记忆了，就你现在维护他的这股劲儿，跟当初一样。自从王锦瑶和沈连城相继落马，这海方的风浪可以停一停了。等侯爷的奏状传到圣上手中，皇上一定会为侯爷官复原职，离开海方。还不着急？
侯爷可是有什么事未完成？我想要在这儿建立一个特殊的船舶司，把海方变成最大的海贸转运市场。侯爷高瞻远瞩，是海方百姓之福，是天下百姓之福。不是，这才来海方多久啊？你就这么会阿谀奉承啊？记住了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是，侯爷。这归海号是不是快修完了呀？已经基本完成了。如果夫人愿意，可以随时回来住。这漆是不是还得再刷一遍啊？这漆刚刷的。但是夫人刚刚醒来，也不太方便回船上，是不是？侯爷说是就是。宁大人，好巧。我正准备去看聂老板。多谢元帮主的好意，我夫人已经醒了，并无大碍，但是需要静养。若是元帮主不去打扰的话，便是对她最好的照顾。此话难道是聂老板对宁大人说的吗？我看聂老板是不希望宁大人打扰吧。元帮主还是不要去随意揣测别人的心思。碎银一案，我真的替刘家村的百姓，谢谢你。但若是还有别的心思的话，我想还是算了吧。本官赏罚分明，若日后你蛟龙帮的兄弟在外面为非作歹，不会因为连过手一次而对其放任不管的。宁大人，如今蛟龙帮早已今非昔比，除恶扬善是帮内的行事准则。还希望宁大人不要因为以前的恩仇，对蛟龙帮有所成见。海方就要变天了，元兄若是能带着蛟龙帮一心向善的话，未来海方一定赢得一方天地。我是真的不希望你变成第二个沈连城。言尽于此，好自为之。走了。小姐，你快尝尝啊！这汤怎么这么黑啊？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汤啊，这是药。我特意让大夫为你开的补药。你这段时间又是刺杀，又是落水的，我心疼坏了。这什么呀？鱼？这是小姐以前常说的，多吃鱼可以明目健脑，让人变得更聪明。那把鱼搁在药汤里，这个是大夫给你开的方子吗？这是我的主意，我只是觉得这样可以双管齐下，药力加倍，让你好得更快点。你快喝吧，小姐。这个味道太难闻了，你自己闻闻，我不想喝。小姐，你以前可是最喜欢吃鱼的呀，你每个月都要跟着捕鱼船出海钓鱼呢。啊，然后啊，把最好的、最新鲜的鱼全部快马加鞭送去京城，给心上人呐。哎呀，我都记起来了，你不要总说。我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真是应该找个机会告诉他。小姐，快喝一口。回来了！哎呀，我真的没事了。
你们看，真的没事了，放心吧。快过去忙吧，没事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快去。哎，你快过来，让我看看。你真的没事了？没事啦。看见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我们这几天都担心死了。这几日我不在，浩雪堂多亏了有你们，谢谢啊。别跟我们客气，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，放心吧。嗯。但是你确定你真的没事了？我真的没事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，水姑娘？我就是水娘子，你放心吧。大夫人现在可是我们县衙的重点保护对象，无论大夫人走到哪儿，侯爷可就跟在哪儿，我们想见一面都难呢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别取笑我了。哎，这几日你们这么用心，我也不能闲着。我想着趁这段时间好好研究一下平价面脂，到时候你们都来给我试用啊。没问题。其实我也有件事情要和大家宣布。我打算正式离开水燕居了。真的？然后再去找一处小院子住下，一心一意的做浩雪堂的掌柜。水姑娘，恭喜你，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宁夫人，我应该谢谢你。哎，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。什么呀？什么？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我恢复所有的记忆了。真的啊？真的？太好了！